因为假信息对民主社会还有资讯安全造成冲击，台湾所谓外交协会和主工学系大学生斗阵开发一套软体，合作真假秒一个，透过人工智慧技术协助民众使用网页时阵呢，会当随来分辨有问题资讯。 网络顶有人咧谣传当局死亡，现在社会假信息是愈来愈多，为着要互民众会当分清楚真的也是假的，一群大学生包括清大、新大和阳明高大，因斗阵开发出一个 AI 工具，或者真假秒一个。民众只要下载伫电脑顶悬看新闻，或者是网络资讯，就会当用这个软体，互你看到你唔知的代志。现在其实新闻媒体有偏左派、偏右派，甚至可能有中资的部分。那我们也会告诉民众新闻 后面它到底是不是有使用所谓中国的资金等等，那也包含像是它有没有使用像是中国用语等等的状况。根据多元民主中心2024年做的民主报告，台湾已经连续11年，互人评做全球遭受外国信息上严重的国家。随着国际情势变化，假消息唔但会影响国家社会，更加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冲击。台湾所谓外交协会才会提供资料，和主工系大学生合作开发这个软体。它有点像是文组跟理组的一个结合。工程团队在开发工具的时候，他们会比较着重在功能的进步的部分，但其实这个认知作战的部分，它其实需要很多文组的研究员投入来做一些资料还有文章的分析。 这个软体主要分析的内容有分6种，亲像文章敢有使用中国用语，针对国防安全的消息敢有正确，敢有煽动对美国的无信任，假造政府发布消息等等。因希望互查核唔那是专家的工课，是每一位公民拢会当参与的日常。记者台下选谢桂玲台北报道。